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佘 A 曼。近日賴清德開啟抗中保台獨腳戲個人巡迴演出，企圖用團結十港編造台灣歷史同傳島人洗腦。喺台灣大罷免投票決戰嘅重要節點，此舉又意味住乜嘢？請蛋撻專員為我哋解讀。金山合約並沒有把台灣歸給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罷免成綱，打掉雜質。大家好，我係吉米。賴清德套團結十港歷史課真係笑甩晒我啲大牙，猛獁象化石俾你屈成台獨始祖，金絲猴骸骨硬插做獨立證人，甚至乎喺開羅宣言同波茨坦公告面前耍無賴，拎住非法舊金山和約當尚方寶劍。哇！你咁叻仔，不如話美國獨立宣言係為台灣而寫，把口念團結經，手上揸住把大罷免屠刀劏人。團結十港根本就係批鬥十港。到處散播啲台獨癌細胞，要自己有打自己有，將政治迫害講成打掉雜質，笑死人咩？綠營民代沈伯洋老豆同郭雨晴老公齊齊被踢爆喺大陸撈到風生水起，一邊唱抗中保台，一邊賺人民幣，綠營班友先係最大粒雜質啊！盧秀燕叫睇住以色列戰火救民生，賴清德就走去同猛獁象傾偈，侯友宜叫佢實幹，佢就掟雜質論當炸彈。既然咁恨除習，不如由自己做起。首先掃走你黨內嗰班抗中賺人仔兩面派，再掃走你美國戶口啲黑金好過啦。最頂人係攞住故宮國寶去扯美國三尾，放話只同美國合作賀百年，唔同北京故宮合作，刻意斷絕交流。去中國化去得咁過癮，做乜唔索性將翠玉白菜改名做台獨涼菜？玉形石改做抗中叉燒。仲話同美國共賀乜嘢？賀你跪地做契仔80週年。賴清德所謂團結十港，團結嘅係嗰班台獨上腦嘅塔綠班，企圖用虛構嘅歷史打造台獨合理性，企圖塑造所謂台灣民族，但係就將絕大部分台灣民眾置於危險境地，用謊言迫害政治對手，將綠色恐怖凌駕島民自由。賴清德嘅謊言講得越多，和平就距離台灣越遠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